嗨，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帮大家介绍一下吞噬国度里面的挑战之塔。挑战之塔里面有2种，一个是打宝石的，目前为止我是只有这几个。它可以打的话，它都会亮起来。因为今天宝石这个我已经打掉了，所以这个就先不介绍。旁边这个挑战之塔，它里面有很多任务，一样，它也是只有5个。我目前为止啦，我的等级现在只有5个，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多。那我就先每个都先一一介绍。你最右边这个攻城作战啊，它都有分一些战力，就跟一般游戏一样，所以就选择自己适合的去挑战。它亮绿色的战斗力亮绿色，代表说跟你现在目前的战斗力已经有一段差距了。橘色的话，像这个势如破竹，橘色这一个就是可能跟你的战力就是上下，你可能要用手动的去操控，比较容易过关。红色的话，可能就有难度了，所以我这个目前这橘色还打不太过，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我们先打这个夺回城墙。它里面你可以挑你要上场的英雄角色，也不是说英雄啊，就是你要上场的佣兵角色。当然，我就先选这4个。像这样子，按这个很像怀表这个按钮，它就会暂停下来，让你可以手动操控。然后像怀表这个按钮旁边这个有一个写 Auto 的，就是让电脑控制自动选择打怪啊，或者是打什么。可是由于这种的，像这个关卡，它就是比较建议说用手动。因为它只要集中打这个光球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现在战力有点高了啦，所以地上有些红圈就可以直接无视了。人物死掉也没有关系。这个就是攻城作战，就是最主要你就是要打光球，要在时间限制内把光球打掉，就过关了。不用理会其他的怪啊。然后再来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讨伐怪物，一样，我还是打这个下水道的暴君。
自己就选择适合自己的战力去打，会比较简单。如果有不懂的话，这个 NPC 他说的话就稍微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不要一直打 BOSS 或者打怪，你要打他，打刚刚那只 NPC 招出来的小小的白球。白球打掉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争议的小小的范围，就是最好让所有佣兵都在里面，它才会增加佣兵的攻击力。像上面这个白球已经出来了，所以要控制角色把白球打掉。不过它的范围是还好的，所以我们尽量靠近一点白球，不然会吃不到8分。这边的话，人物控制是可以，就是我是都按 auto 啦，因为毕竟这边只要需要打白球的时候再按一下，像类似怀表这个东西就好。没有，地上有一个争议的，它只有短2-3秒而已，所以最好就是在它打掉之前，最好所有佣兵都在它附近，比较容易吃得到争议的 buff。角色攻击力会一直上升，因为它这个关卡也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有吃到 buff 的佣兵，他会有对话，他会说他已经感觉到增强，代表说他已经有吃到那个白球的 buff 了。再来，我们介绍一下进化净坛。这一关打的东西啊，它是装备的材料，当然你打的挑战的关卡越难，当然就材料越好，装备升得越快啊。它这一关要在祭坛，它祭坛以祭坛为中心，它地上会有一个黄圈，角色就是尽量站在里面，要在里面把怪物击杀才有算次数。左上角这个灵魂的祭品，这关是要杀30只。因为这关近战也会比较容易跑来跑去，而且你要操控的话比较不好操纵，因为有时候近战会跟怪物连在一起，会点不太到。因为现在跟我战力差蛮多的，所以就不需要用手动去操作了。它差蛮多的，再难一点就手动操作又来不及打完，所以刚好就居在这种要上不上、要下不下的窘境。大家玩游戏应该都有经历过会这样啊。有时候要等装备上去啊，或是等等级上去，或是等一些角色进化之类的。
才有办法再往上打。我先调整一下。再介绍一下护卫任务。大家有看到拯救特殊情报员，它是亮绿色的，跟我战力差蛮多的。可是由于昨天有试着打过，好像打不赢，因为你要护手东西，血量并没有很厚，有时候怪物会一直集中攻击它。他死了就是任务失败了。这个关卡是打佣兵升级要用的药水。因为这个跟我战力差更多，所以我也是自动用电脑操作的。你看这个护送的这只 NPC， 它的防御不是算很高，所以怪物打都会扣血扣很凶，而且护送的 NPC 没有办法操控，没办法操控他的走位，所以有时候佣兵攻击力要强，要在短时间把怪物处理掉，不然这样会容易导致任务失败。不要看 NPC 的血这么多，其实非常脆弱，已经快跟一个鸡蛋一样，一碰就碎。那3个小关卡过了之后，就这个任务就过了。他会送药水，可是一定要过关才有药水啊。再来就是宝藏狩猎，宝藏狩猎的话，我比较建议是用手动模式的。所以我现在要打这个黑暗市场。当然，队伍还是选一样的，因为它就是一定的时间内之后，一定的时间之内，要把运送宝藏的，像画面中间这个运送宝藏这个，要及时的干掉。所以我建议是最手动的操作模式啊。不过它运送宝藏这个有行进的路线，它有它行走的路线，所以你要在它行走路线之内把它处理掉，不然它就会消失。消失的话，就算你打再多血，没有把它干掉，一样不会算次数。当然，你击杀的次数越多，得到的金钱就越多。我这边是用3只
在处理运送金钱的怪物，留坦克去吸仇恨，吸怪物的仇恨，尽量不要去打到其他3个攻击手，因为坦克相对比较硬，所以因为战斗力又差这么多，所以怪物不容易把坦克打死。看左上角这有，它会倒数时间，它有时间之内看你打多少次数，然后再乘以金额比例吧。所以这一关我也是建议用手动操作的，因为你没有手动操作的话，他会去打其他的小兵或是乱走之类的。如果我是建议打像这种刚出来运送金钱的，因为你去打那个已经走到半路的，你攻击力又不够，他没办法把它处理掉，这样就不算次数了。所以我建议说战力不够尽量打刚出来的，你这样打他的时间会比较长，比较容易把他击杀。你看，才打了18次，处理掉18次，得到91万6。每次都不一定有时候可以击杀到21次。金钱好像100多一点点，100多万多一点点。好，今天就帮大家介绍一下挑战之塔里面的一些任务。那下次再帮大家介绍一下它里面有些关卡或者什么的处理方案。那今天就先这样了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期待下次再见咯。